请问俗语伫咧讲食饱换枵是啥物意思咧 ？A. 野鸡 B. 无菜工 C. 肚皮疼。你有40秒时间。食饱食饱换枵。枵是啥物枵？巴肚枵的枵吗？嘿，枵对。食饱换枵。是。巴肚枵的枵。换枵，肚皮。你捌听过无？肚皮。贵哥哥，你是不是？这是肚皮疼的意思吗？野鸡就是野鸡，跟无菜工是不是意思是差不多的？无啦，没有，无共款哦。我才刚是说做白工嘛。对啊，食饱换枵，就头配到你啊，B 要食。野鸡是多此一举啦。无食，食结果无饱，食结果无饱。嘿，要听三妹。这6000哦。你听三妹蛮好啊，我我紧啊，这6000尔，那无就3妹你出啦。对啊，B 就好诶。 B，好，你有答案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 B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无菜工对唔对？什么讲伊两个废棒？听三妹嘴大富贵。哎呦，是袂歹好来恭喜你了6000咯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来，老师，好，第一个迄个野鸡吼，迄个鸡就是迄个有一种是讲犯人有啊挂伫咧暗棍迄，嘿，迄种物件吼，啊家己摕迄挂，安尼就是家己找麻烦安尼的意思啦。嘿，对，啊，甲肚皮疼无关系啦，嘿，所以即个食饱换枵就是真明显是无菜工，啊，甲白了工迄种共意思，嘿。